木村拓哉和梁朝伟2004年曾经合作王家卫导演的电影《2046》，时隔15年后，两位男神竟然在日本街头巧遇，还拍照留念，被网友称为是世纪同框。戴着绿色毛帽，露出超级惊讶的表情。木村拓哉在日本街头巧遇和梁朝伟实在是太惊喜，也因此贵为日本天王的木村抛开偶像包袱，做出如此搞笑的动作。两位男神并肩而坐的合照，被影迷大喊是世纪同框，因为两人的缘分是从2004年王家卫的电影《2046》而牵起的。电影2046，如果有人想要离开2046的话，要多久时间呢？和15年前相比，梁朝伟和木村拓哉外表几乎没什么变，梁朝伟的浓眉电眼依旧放电，而木村拓哉则是保养得宜，皮肤状况依旧光滑。两大男神的巧遇，就连梁朝伟的老婆刘嘉玲都很讶异，完全没想到老公会遇见木村拓哉。记者 vs 刘嘉玲：你批准你的艺人经常放假吗？真的是太离谱了，靠他就惨了，不过他开心就好了。刘嘉玲签下梁朝伟后，迟迟没推出新作品，其实一直都有在帮忙看剧本，但梁朝伟似乎都不太满意。艺人刘嘉玲，我一直在帮他筛选工作，但是到了他那边就石沉大海，没有声音了。我知道他这个阶段的演员想要突破再进一步是挺难的，但是我觉得你一定能做到的。隔空对老公信心喊话，身为公司老板又是老婆的身份，刘嘉玲尊重梁朝伟的选择，但粉丝也敲碗希望影帝快点回归荧光幕。